上一條片介紹咗祖廟，嶺南天地就喺祖廟隔離，一個將舊區活化嘅商業項目，係國內比較流行嘅一種模式。你可以唔中意佢太商業化，但係亦都總好過只能夠喺相片中懷緬。陳太吉酒莊始創於1830年，即係道光10年，主要係出產米酒同埋玉冰燒。如果喜歡飲酒嘅，呢度有試飲套餐。中國郵政喺唔同嘅景區都有呢種賣紀念品嘅門市。喺佛山自然唔少得醒獅，呢度有獅頭展覽。其實行到最後，呢一間係賣真金首飾嘅鋪頭。呢間好特別，係介紹婚嫁習俗嘅展覽廳。咩係媒妁之言、三書六禮到底係點分？三朝回門有咩意義都有介紹。始終都未食過呢間好出名嘅甜品鋪。因為落大雨，所以轉咗返廣州，去咗永慶坊，又係舊區活化嘅商業項目。呢間荔灣展覽館之前冇行過。粵劇博物館上次就行咗，今次唔入去啦。如果有興趣嘅，可以睇返我之前永慶坊條片。
呢度下面係宋朝時代嘅路面。呢座係民國時期嘅廣東省財政廳。